日我哋一齊嚟睇下香港名人嘅 Hermès 手袋收藏，排名不分先後。先講講陳慧琳 Kelly， 佢擁有多款愛馬仕嘅稀有款式，包括喜馬拉雅 Birkin 金屬銀嘅限量款、訂製款。根據2023年蘇富比拍賣會嘅資料，陳慧琳曾拍賣10個珍藏嘅手袋，並捐出部分收益俾慈善用途。再講下香港女首富之一甘比，根據多間香港媒體報道，如香港01，甘比擁有超過700個愛馬仕手袋，由丈夫大樓贈送，當中包括多種稀有嘅訂製款式。講到 Hermès 迷，點可以冇袁詠儀呢？根據東網等媒體嘅報道，張智霖曾經為袁詠儀購入超過7500萬港幣嘅 Hermès 手袋，當中包括 Shadow Birkin、Kelly Picnic 等稀有款式。講到收藏，大家第一件事肯定會諗到喜馬拉雅。喜馬拉雅以白色霧面尼龍鱷魚皮製造，漸變色嘅設計極為稀有，被聲稱為手袋界嘅聖杯。金屬色嘅限量版 Metallic Birkin 或者 Kelly 喺2004同2005年限量推出，採用金屬色嘅山羊皮，非常之閃豔奢華。而我哋今日最後就講講訂製款 Horseshoe Stamp， 簡稱 HSS 馬蹄印訂製款，只提供俾 Hermès 最尊貴嘅 VVIP 客戶，可以親自選擇款式、皮革、配飾同埋金屬配件，創造獨一無二嘅手袋。講到收藏款，真係仲有好多款，一條片絕對冇可能可以講得晒。不過如果要係我哋普通人容易入手嘅咧，就會係馬蹄印嘅訂製款啦。喺二手市場價錢會比其他收藏款親民好多。無論你係初次入手定係資深收藏家，如果想揾 Hermès 又唔想喺專櫃配貨，以上講嘅所有款式或者其他貼地啲嘅 Hermès 款都可以揾我㗎。隨時留言或者 inbox 我啦。今日呢條片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